回向外，然后脚比与肩膀同宽，把屁股往后推，做一个正确的深蹲姿势。从侧面看的话，屁股会往后推，坐在后面，膝盖不要往前冲太多，屁股往后拉。然后呢，跳起来的时候双脚并起来，然后再打开，直接往下蹲 ，hold 住之后再收回来。记得下去的时候屁股一定要 hold 住，不要整个掉下去。然后收回来，跳下去，收回来，跳上去，收。第二组动作是深蹲侧踢，两只脚打开一样做深蹲的动作。然后呢，单脚起来，重心往左边推，单脚踢起来，再收回来，踢起来，再收回来。先做单边，你的那个燃烧的会更多。对，做单边，然后记得重点是下来的时候重心不要跑掉，再收回来。所以马上 hold 住，回中间，踢出去，回中间。然后做完右边之后呢，就换脚换左边，上踢，收起来，收踢，蹲。第三个动作是分腿蹲前踢，所以我们脚先单脚往后，然后可以做平衡，手做平衡，右手往前，右脚往后就右手往前，然后正前方踢，再蹲下来，再踢，蹲下来。然后分腿蹲的重点就是两只脚都要90度，不能往前冲太多，两只脚90度，换踢，收下去，踢，直接往下蹲。然后右边做完之后呢，再换左脚，踢，反边，踢。以上3组动作呢，我们每组都做30秒，单边一样都各做30秒，中间休息10秒钟，做3 round 的循环。好，双脚打开，然后屁股往后推，往后坐，对，身体往前做平衡，然后挺胸，然后两只脚收回来跳，然后再打开，蹲回去，很好，再来go上，然后再来继续，收，好，加快一点速度，1 2 1 2，很好，这样呼吸，吸气，吐气，来一个吸，很好，对，好，不能驼背哦，挺胸哦，很好，再来，头看正前方，加油，再来，继续呼吸，还有，很好，对，还有，对，头看正前方 ，yes good， 吸气，吐，再来，吸，吐 ，OK， 好，好，一样深蹲姿势，然后先挺胸，然后屁股往后推，身体往前倒，对，好，然后往侧踢，踢一个，然后收回来，来一个，蹲下来，好，再go，非常好，肚子要用力 hold 住哦，吐气，对，很好，再来，骨盆不歪哦，对，不用踢太高没有关系，低一点，对，屁股才不会歪，加油，再来，好，换边，右脚踢出去，加油，挺胸，还有，继续，用力一点，踢出去，很好，再来，对，屁股 hold 住哦，肚子用力 ，OK， 好，休息。最后一组是分腿蹲正踢，这时候呢，左脚在你的左肩膀正下方，右脚在你的右肩膀正下方，后脚踮着往下蹲，两只脚成90度，然后往上踢，好，后蹲回来，对，好，一样，肚子要 hold 住才不会左右滑，来踢，后收回，加油，蹲不下去，来上，还蹲 ，OK， 好上，然后如果蹲不下去就帮我围蹲就好，对，然后直接上推，吐气，踢的时候吐气，对，踢的时候吐气，吸气下，来，骨盆不歪哦，对，脚不用踢太高，让骨盆会歪掉，往前，对，很好，来一个踢，然后往后的时候一样，肚子 hold 住，好，来，我们换边，换脚，对，左脚往后，后脚一样颠，好踢，前踢，对，很好，再来go，然后蹲的时候不要超过90度，好，来go 踢，控制你的前脚，肚子 hold 住，加油，来go，再一个，再2个就好，下，吐气，最后一个，上 ，OK， 好，休息。上3组动作呢，除了可以练习到心肺之外呢，也可以练习到核心跟你的大腿的力气。那其实看起来很简单，但3组做下来也是非常的累哦。